歡迎收睇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啊！今堂咧就教拋波嘅一啲花式嘅。咁咧，首先學呢個花式之前咧，最好由你之前學嘅基本功咧要夠熟手啦。啊，即係一路 keep 住穩定咁拋翻10-20下，最好又你對眼望遠嘢嚇，唔使點望個波你都拋到嘅。咁樣，咁跟住嚟教嘅花式係咩咧？就係過手啦，呢一下。可以連續咁樣過嘅，如果熟嘅話。咁首先呢一招過手點樣練呢？兩個波練先嘅，所有3個波基本唔係所有嘅大部分3個波嘅花式呢，都係用兩個波熟習下個節奏同軌道先。咁過手點樣練呢？就係咁樣，平時之前你拋兩個波嘅花式係咁樣掟嘅，咁過手呢，就係咁樣啦。其中一個正常掟出去，另一個咧響跨過另一隻手掟出去，就係咁樣啦。跨過另一邊掟出去，咁樣練。一係咧，你又中意嘅話，可以練另外一隻手，咁樣。兩隻手你睇下邊隻手順手啲啦嚇，中意右同左冇乜所謂嘅，隨你喜歡。咁樣咧到3個波嗰時就係咁樣啦，兜過隔離。掟出去，兜個隔離掟出去咁接翻。初咧唔好連續做住喎，你做一下接翻去，一下 hold 翻住佢咁樣，就係咁簡單啦。當然啦，你睇我拋得輕鬆啦，但係都要時間練嘅。咁我希望下一集之前咧你要練識啦。另外咧，得閒就練下單手拋兩個波咯喎，有直上直落同埋打圈咁嘅拋法嘅。練單手兩個波有咩好處呢？因為有部分拋波嘅花式呢，拋3個波嘅花式呢，就係以單手拋兩波嚟做基本嘅。咁樣呢，如果你左右手你都可以熟練咁拋兩個波呢，咁你其實可以話你學識4個波咁滯㗎啦。啊，俾多少少時間練下。好啦，咁啊，今堂希望大家可以練到過手同埋拋兩個波。練熟咗之後呢，咁啊可以學下下堂再教嘅招式啦。多謝收睇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